新闻时来看，金门的旅行社业者邵伟强，防指控对2002年开始帮中共伫台湾发展组织吸收前陆军上校向敌营顶人投降。昨金门地方法院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定罪，判伊15档的有期徒，褫夺公权4档，会当去上诉。就举着麦克召集来必诉的，这位就是邵伟强。伊做记者几多年了，专业做旅游业。敢若是互中共吸收涉嫌收买咱方的军官，伫台湾发展强谍组织，互检方起诉。金门地院伫审理了，一审判有期徒刑15年，褫夺公权4年，专案也过当上诉。他为大陆发展组织是那个厦门的试办的。厦门市试办，从91年到111年查获为止。邵伟强替中共发展组织20年啊，包括2位在职的军官被吸收。反而讲，伊的行为打击国军的士气，严重影响国安，一直到法官审理的时阵才承认缓刑，依照国安法判12年的徒刑，甚至还佫查出伊从事地下汇兑，最近的金额到9000多万，依照银行法判5年的刑期。合并应该执行有期徒刑15年。迄若向中共倭寇的军官就是这位。陆军的前上校向德文涉嫌签导航承诺书，还佫收1个月4万块的内应费，答应讲伫两华发生战争时阵为中共出力。不过伊即个被依照贪污罪论处，高雄地院判刑7年6个月。大概是针对量刑的部分，这个早就提了，都已经在2审审理了吧？高雄地检署以量刑伤低为理由，已经提出上诉。只是同一件案件，涉案的2个人刑期却是2种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